麥記第11000間分店敗走杏花邨。開業24年，呢一間 M 記或者過唔到農曆年啦，到時去杏花邨拜完年，想揾間餐廳坐下都冇咯。咁係咪之前都一路幫襯開呢間麥當勞？係冇錯，我細細個讀幼稚園都喺度，方便推內啲市民啊嘛，同埋對於我呢啲唔想去柴灣嗰間嘅，咁有多選擇咯俾我哋。港鐵話而家同麥當勞傾緊租約，唔方便講咁多，係唔係加貴租逼遷，大家心照啦。麥當勞就有職員話做到28號就玩完啦。舊年至少有3間 M 記老店執笠，包括山林道彩雲村商場、天水圍眾富商場。佢目的就係想吸引一班新嘅客戶，吸引到一啲高消費嘅人士嚟個場度。譬如話唔好話高好多啊，去到60蚊咁樣啫。係。咁佢個場呢，就已經係提升咗嗰個形象。一舉兩得，業主梗係和味啦，街坊冇宵夜食就要食自己啦。唔講唔知啊，杏花邨呢間 M 記係全球第11000間分店，而全球10間最繁忙嘅 M 記，香港就佔咗7間。香港麥當勞仲係全球首創可以搞婚禮派對添㗎。